詞語一，激動，激動。二，陸續，陸續。三，跳繩，跳繩。四，獎杯，獎杯。五，盡力，盡力。六，姿勢，姿勢。七，響亮，響亮。八，站穩，站穩。九，歡呼，歡呼。十，成果，成果。11，得來不易，得來不易。課文第一段。午飯時，我看見老師桌上的冠軍獎杯，心情仍然十分激動，我不禁想起今天早上的花式跳繩比賽，第二段。早上，三年級同學都精神飽滿地來到禮堂，校長宣布班際花式跳繩比賽正式開始後，大家紛紛鼓掌，